当节目开始进前，有一个真实用的小撇步，甲大家讲：你真会当看到荧幕下面有一个信息窗口，有一个留言连结，请你着5星评价。那如果你听完超级介意，你嘛会当互我抖内，请我食一顿碗粿。所会讲的，Song Podcast。台湾人讲的《聊斋》，有争议的妖狐鬼怪，所会讲互你了解。本节目由 Song Podcast 独立制作，第12卷第23批，招赛。原城人苏五亭拄啊好当厝内，雄雄的看见一群鸟仔飞即到因兜的厝顶啊！伊这鸟啊，伊这色水甲叫声，就亲像乌鸦。看到安尼呢，这苏五亭就甲厝内底的人讲啊：“这夫人派招赛来叫我，赶紧准备我的后事。伫某一天，我就要死啊！”到了迄天呢，这苏五亭果然就过身啊。出山迄天啊，这乌仔群又搁来啊，缀着这棺柴啊，慢慢啊飞，对原城一直飞到新城。落葬了后，这乌仔群就无去啊。这件代志是长山五木新亲目睭所看的。这个故事哦，互我想起讲哦，过去我有一个经验。迄时我拄啊毕业无偌久啊吼，有一道顾一个阿伯。迄阿伯哦，年龄足大，超过90岁，啊肺部感染入来，这小便哦黄屁屁。我顾伊一阵仔了吼，会当讲哦，会当做的代志我全做啊。这病人啊病到吼，下箍鸡啊都袂分火安尼。看影呢，这感染拢无才调控制啦。哇，好诶，心一决啊，是讲好，我甲用上好诶抗生素，用上好诶药物安尼啦吼。甲解药啊，过工呢，伊煞坐起来啊，甲因某同遐咧开讲啊。迄下场啊来应一个了，哇，我着赶紧去啊要抢功劳啊。甲讲哦，我即阵啊，我拢创啥，伊手工啊，拢我甲换诶安那。你看安尼，即仔病人改善啊，今仔血压阁特别好呢。即无想到讲哦，阮校长就甲我看一下，迄眼神就是咧甲我讲哦，切，菜鸟啊，你阁有通进的啦。过无2天啊，这病人所有的器官拢衰竭死啊。这个现象哦，就叫做回光返照。Terminal lucidity， 这校长甲我讲哦，这若有血啊，年龄大就是安尼啦。在这件代志了后，我明白一个道理，就是当神的面头前，你是一点仔办法都无。唯一会当讲哦，咱把握现在，甲这工课哦做好安单，点点仔甲所有物件款好好势，就安尼尔。后来这款的经验呢，是愈来愈侪，我就袂阁感觉奇怪啊。这故事当中的这个老人，大概也是回光返照吧。